天让那个假娘娘受毒宠，我们实在是不甘心啊！不许哭！娘娘，据可靠消息，皇上这些日子只去过幽兰殿，但是却从未在幽兰殿过过夜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打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了？是奴婢擅自做主，替娘娘监控视听，绝不能让江氏那个小婊子抢了娘娘的风头。我升了职，你也跟着升了职啊？你这叫狐假虎威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是借着娘娘的光嘛！而且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娘娘您呐。奴婢跟娘娘可是一条心呐。不过你汇报的这些八卦消息啊，倒是有点参考价值啊。放心吧，娘娘，奴婢是不会做无用功的。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几个娘娘来了，怎么又来了？说是让娘娘主持公道。退下吧。是。他们真是天天都能找事儿让我主持公道啊！真把我这当居委会了。绿篱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今儿周末我这居委会不办公啊，妇女联合会不联合，人家工作日再来。娘娘，您才刚掌管后宫没多久，还是先做出个以德服人的样子吧。啊，是吧？说吧，又让我为你们主持什么公道啊？求娘娘为我们做主啊！一大早上的跑到我这儿来鬼哭狼嚎的，看来是有冤情啊！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娘娘，此次来不为别的，我们实在是为您打抱不平啊！为我？是啊，娘娘，平日里你待江氏不薄，可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和良缘良弟在御花园里散步，竟然听到江氏的婢女在讲你坏话哦。是吗？他讲什么啊？说您待人刻薄、虚情假意、品味低俗，还有，说你心狠手辣、心机叵测，还说你恃宠而骄。哎，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们说的呀！皇上已经把江氏接进了宫，住在了幽兰殿，成了假娘娘。皇上这几日除了在幽兰殿，可哪儿也没去。我们实在是为娘娘感到不公平啊！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一大早上说是跑来为我打抱不平啊，那是虚的。想让我为你们出头倒是真的吧？虽说皇上以前也几乎不来我这儿，可是他也不去别的地方啊。现在天天让那个假娘娘受毒宠，我们实在是不甘心啊！不许哭！说吧，让我怎么为你们出头啊？你今日要是不为我们解决此事，我们就在这里哭死算了。嗨，不是说不让我哭吗？怎么你们哭起来？哼，群后人！哎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你的妆都花了啦！哪里？这里哦，这里都花了，还有这边都花了。看啊，该死的宫女，明明让她给我买的是防水的胭脂和眉石，这哪里防水都了？花了这边，还有这边。哎呀，你这宫女肯定是……算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花了也漂亮啊！这边，你刚才讲有防水的胭脂和眉石，可当真？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款防水的眉石和胭脂呢。你在哪儿买的？可曾用过？当然用过，特别好用。就在城里有家铺子，叫做丽人坊，我专门让我的宫女出宫帮我买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跑题了啊！我早就想拥有一款防水的胭脂了，这样不管下雨、下雪还是流眼泪，就不怕妆花了。对呀，不如改天到我宫里试一试。好啊！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就现在吧。好，走。说好的替我打抱不平呢？说好的绝不放弃呢？皇后娘娘，妹妹们有要事缠身，改日再来拜访姐姐。我们就先行告辞了。快走。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娘娘，娘娘，
爱吃的。榴莲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！自从我坐上皇后这个位置，就真的成了妇联主席了，整日帮着这些女人们解决一些邻里纠纷、情感矛盾啊，还有一些姐妹反目的这些破事儿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女人们怎么就那么爱吃醋呢？就不能团结一致，相亲相爱吗？娘娘，你怎么把自己抛出在外了呀？哎呀，不过你们女人在某些时候确实挺团结友爱的。今天啊，黄良源他们几个人来找我告僵尸的状，就因为说起了什么胭脂水粉，他们几个人瞬间就把找我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，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中。娘娘，这没什么奇怪的呀。绿篱觉得呀，女人最可贵、最可爱的一面就在于此呢。哼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不过啊，女人之间的友谊啊，确实只能建立在逛街、买衣服、上厕所上面。我既然想让后宫的女人们团结一致，又不能整天让她们上厕所，也许我能让她们处在一个买的状态下。乐视，对，就是乐视商城，这是我给自己的电商起的名字。哎，那个起照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阿里鹏鹏。不需要。我们圣都城内有东南西北4大集市，每天全国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运进城内，不需要你说的那个乐视，还有阿里鹏鹏。皇上，我实在是因为这些日子后宫里的娘娘们总来找我闹事儿，没有办法才想出这个万全之策呀。这和你说的乐视又有何关系？皇上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您啊。为了朕？您总去幽兰殿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反应非常激烈，只是没有人敢在您面前说罢了。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所以我才想到这个办法，让那些后宫的娘娘们有一个精神寄托。朕要是不答应你，倒是自找麻烦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这是在为您排忧解难，才不是为了一己私欲。有一句亘古不变的古话，让全世界的女人都能够忘记儿女情长。You need to cry, dear。直译过来就是哭吧，宝贝儿。但是今天呢是音译，就是有你的快递。不管你是生病、失恋、挂科，还是3天没洗头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所有的女人都会瞬间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，整个世界充满爱。你所说的这个乐视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那当然了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别人做不好的我们做，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。我们这个乐视商城将建立一个开放闭环式的生态系统。哎，生态你懂吗？啊？果真如你所说，有了这乐视商城，是否就能让我们3天内吃上西域的水果，10天之内收到南方各省的奏章，1天之内喝上北郊的羊奶了？那算什么？只要在我们的乐视商城背后再建立一个快递部门，一切就都完美了。哎，快递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飞毛腿快递。